下揾到呢張錢啊！哇，呢張好嘢嚟噶喎，你 keep 住佢啊！我自己銀包入邊都有一張，咦，唔見咗。銀包入邊都有一張，記得你將佢擺喺銀包入邊，貼住最大嗰張銀紙，會幫你錢生錢。咁呢張錢點樣嚟㗎？佢叫阿贊蹦嘅錢母，係國中部一個30幾年非常之出名嘅白衣法師。呢張錢母上面有一個心咒，佢係斯羅婆尊者上邊嘅心咒，勒柒列跌。斯羅婆尊者係佛陀眾多嘅徒弟入邊福德功生得最靚，係嚟自佢上一世做咗嘅眾多嘅善業。當我哋帶住斯羅婆尊者一個心咒喺我哋嘅錢包入邊，代為一個錢母，就可以去到邊度都揾到錢。每一張錢母上面斯羅婆尊者嘅心咒都係由師父親自手寫，亦都係7749日落足法俾大家。我而家免費送10張出嚟，大家記得去幫你錢生錢之後，你一定要 keep 住做善事，先至可以履行到斯羅婆尊者嘅心咒。快啲跟住我哋規矩留言喺下邊，就可以抽出10位送俾我哋嘅粉絲。